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3年12月15號。今仔日的經文是詩篇126篇，哈巴谷書第3章第2節到第6節，腓立比書第3章12節到16節。今仔日要給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題是標。過去真久之前做兵的時陣，參加到這個國防部的迄個漢光2號演習吼。事實上，我所服務的部位單位是無需要參與這類型的大演習啦吼。但是因為當年發生彈藥的無正常的爆炸，這種無正常彈藥的危險，造成人員的重傷。因此呢，佇這個自走炮的部隊所屬的司令部，司令親自用伊的車來甲佇我的部隊我迄個時陣是擔任這個彈藥技術師。牧師就安尼坐伊的車前往出代誌的地點，佇迄個所在開始擔任前進基地的這個彈藥檢查，甲代表伊擔任戰地的指導。擔任這個彈藥技術師的我，對佇出代誌迄種的來講火炮啦，包括這個戰車的炮管啦，是5的這個大炮吼，甲這4.2的這個迫擊炮，其實對這種炮我真清楚啦吼，因為我是做彈藥的部分吼，也因為佇迄個駐地開始參與看因在射這個火炮的時陣，因咧演練的時陣，也發現因咧射攏有佇這個山頂吼，來放一個足大白色寫號碼的這個標，甚至佇海上也放迄個大的標，來當做因這個練習射的目標。到佇正式演習迄一天，總統的親自來到現場來督軍巡視，所有的演習的射炮射，攏必須愛來射到這個所放的這個標，才算是演習成功。咱看到佇哈巴谷書嘛講到上帝要射出迄個光，要成做咱審判的這個工具，這個光是嘛按着迄個標所寫出來，嘛意思是講絕對袂歪去啦吼。經文安尼寫，上主啊，我聽到你的名，你的名聲甲你所做就驚嚇。上主啊，求你佇阮的世代，互阮閣看見你偉大作為，佇你大受氣的時，求你會記得人民願。上帝對提曼來，神聖的上帝對巴蘭山落來，伊的陽光蓋滿天，稱讚伊的聲充滿全地，伊的燦爛親像日光，伊的手掌真有氣力，對遐射出死力。瘟疫行佇伊的頭前，熱病對佇伊的後面，伊徛佇大地就震動，伊一直看，日光就逼出，萬年的大山放落來，千古的小山沉落去，上帝所行所做永遠無改變。基督徒生命嘛應該有標啦吼。但是咱的標到底是啥物貨？
规去咱摕着几若摆保罗的教导，伊常常提到家己活伫的标就是耶稣基督，毋是家己的利益。咱昨也讲到保罗互基督改变了后，伊就讲伊要搁再将过去看做重要的事来当作宝贝，因为迄要搁再是伊人生的标。保罗伫腓立比书第3章12节到16节，伊安尼讲，标题是写讲目标直直走。安尼毋是讲我已经得到，还是我已经达到目标。我继续直直走，望通得到啥？其实基督耶稣已经得到我。兄弟姊妹，我无想讲家己已经得到，我只有专心一项，就是袂记这后面的事，打拼追求头前的事，目标直直走。为着要得到啥，就是上帝通过基督耶稣带我去领受迄个对顶面来的画面。所以，咱中间成熟的人就有相款的想法。恁中间若有别款的想法，上帝嘛会将这个想法来甲恁指示。无论安怎，咱就家己已经行过来的路线，继续来前进。保罗伊一生的标就是基督，无有别个目标甲目的。所以14节咱看见保罗真清楚地讲，着目标直直来走，是为着要得到啥，就是上帝通过基督耶稣带我去领受迄个对顶面来的画面。伊的标只有耶稣基督，只有追求属天的新的生命，并且伊一直咧向前，专心努力，为着就是要来得到上帝对耶稣基督所赏赐属天的恩福。咱的生活的标是啥物呢？是生活中间的利益、俗世的好处，还是短暂看一个目标？就对保罗来讲，基督徒的人生目标应该是爱用基督做目标。咱再来回顾保罗所讲，家己所要做的就是，伊讲兄弟姊妹，我无想讲家己已经得到，我只有专心一项，就是袂记这后面的事，打拼追求顶面的事，着目标直直走。为着要得到啥，就是上帝通过基督耶稣带我去领受伊迄顶面来的画面。只有耶稣基督，无有别个拯救。只有耶稣基督，才做咱所为着咱所查的标。咱无有其他的目标。诗篇126篇，从惊耶路撒冷的诗，为着錫安復興歡喜。上主帶咱這的受領的人倒轉來錫安的時，咱親像在做夢。迄時，咱的嘴哈哈笑，大聲歡呼。列國的人講，上主為着因做大代志。上主實在有為着咱做大代志，咱非常歡喜。上主啊，求你互阮這會受領的人倒轉來，親像南方大沙的地有溪水
搁伫流，流目屎也种子会出欢喜的声来受我。流目屎带种子出去的，会带着伊未困欢欢喜喜倒来。恳求上帝，互阮全心一意来调你所为着阮查的表，互阮用全生命来追求耶稣基督的福音，得到对上帝遐来属天的志向。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